嗱，各位觀眾、各位網友，相信大家都知我咧間唔中睇下老學嗰啲咁嘅片嘅。嗱，老學嚟講咧，唔知係咩佢本身有個女嘅關係啊。佢有時咧，如果講親啲咩奇案啊，例如嗰啲咩即係所謂渣男殺女友咧，阿老學咧就異常咁義憤填膺嘅。異常咁咧就屌鳩個男性嘅，偏下女性嗰方嘅，又係乜嘢啊？啲男性 control fit 啊，仆街專制啊，性格扭曲啊，而啲女咧就冇事嘅喎，咁我只能咁講啦，老我嗱，你有個女我唔怪你，但係希望你拍片或者做一啲奇案嗰陣時，可以公正公道啲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嗱，首先如果假如男人出去 work 嗰陣時，啲女人管住男人，啲女人就笑住咁話啦，哎呀，你老婆啊，錫住你啊，你好咁照顧老婆啊，知唔知啊？但係如果假如女人去 work 咧，男人管住女人咧，就俾嗰啲八婆或者啲我嗰啲戇鳩話乜嘢control fit 咩有毒關係條女唔安全啊依家，咁我只能咁講啦。既然開始尊重界線呢樣嘢係變咗女人先係有專利嚟嘅咧？咁當然啦，我睇唔到嗰段片咧，我點樣屌佢都冇意思嘅。但係我咪屌佢咯，我係教精佢咯。其實我咧一把年紀咧，人生咗咁多年咧，其實好多嘢都係錯嘅。不過唔緊要啦，嗱就容許我啲後輩教精你啊好嘛。嗱首先嚟講咧，尊重界線，男又係人，女又係人，點解有時會雙標嘅咧？嗱老歐調翻轉啦，你尊重嘅侵啊，如果假如撲佢一街，佢俾人雙標嗰陣時，你會唔會嬲啊？美國俾人雙標嗰陣時會嬲啊？你會嬲，因為我唔知係利益關係啊，定本身你真係買重美國嗰邊嘅。但不過有時係公道啲好。嗱，我唔係講對中國公道啊，我係講呢個男女關係或者雙方嘅公平啲啊。嗱，有時啲嘢唔能夠絕對公平，但係盡量公平噶嘛。就喺尊重呢方面，如果假如個女仔係容許到個男人管佢嘅話咧 ，OK 冇所謂，大家匿埋喺屋企打飛機，或者匿埋屋企兩個人屌閪咯冇所謂㗎。但係假如條女就天生活潑開朗周街逛嘅話，但係又唔容許自己條仔咧就去嗰啲同啲兄弟飲下酒打下機嘅話咧，咁呢方面咧就究竟邊個 control fit 咧，同埋呢方面嘅問題大唔大咧？大家諗下啦。